大家好，我係魚蛋，我係花之園。上一集介紹咗兩個喺麗江必去朝聖打卡嘅地方。第一個係以玉龍雪山做背景，四季都種滿唔同品種嘅花海，仲加插咗路軌啊、教堂啊、風車等等嘅影相勝地。另一個係保留住古色古香、滿布納西族文化建築嘅古城。未睇嘅話，絕對係愛靚景、愛攝影嘅你哋嘅一大損失嚟㗎。唔單止啊，上集仲介紹埋呢間超抵食嘅牛肉烤肉火鍋2合1自助餐，同埋去香格里拉最快捷嘅方法，仲有性價比爆燈嘅民宿。不過今集同樣係乾貨滿滿，打頭陣嘅係香格里拉不得不試嘅民族撞餐，一餐連食肉獸都經歷晒由飢餓到滿足到恐慌嘅食肉過程。食到飽一飽就同你哋走訪香格里拉縣嘅獨克宗古城。要入鄉隨俗，點少得搞翻個妝造啊！換上一套靚靚嘅民族葬服打卡香格里拉唔同嘅景點，同你參觀隨風起舞嘅大經幡，又搞邊科要排晒隊、攬晒圍巾咁加入去疑似神秘組織呢？呢個叫土司宴嘅又係咩一回事呢？又有咩嘢食呢？入黑時分仲要打卡埋呢座越夜越精彩嘅香格里拉之光，俾翻個訂閱讚好，最好玩嘅香格里拉即刻為你奉上。我哋就一齊由上集 check in 完民宿，繼續我哋嘅旅程啦。雖然都係住喺獨克宗古城嘅周邊，但係古城一啲都唔細啊，計起嚟有成 1.5 平方公里，即係差唔多140個足球場。我哋就打車去近北門嘅入口，慳翻啲腳骨力啦。入到嚟先俾呢度嘅街道建築風格吸引，依山而建嘅地勢令到路面起伏不一。不過我認為要深入咁了解一個民族，一定要由佢哋嘅飲食着手啊！介紹下呢間牛牛撞餐吧，門面就同呢邊嘅鋪頭一樣，撞式嘅建築就以木結構為主，屋頂都用上青瓦石板覆蓋。入到嚟仲有驚喜啊！滿滿都係藏族風情嘅設計，掛有唐卡同宗教嘅壁畫。仲有彩色嘅經幡添，未食嘅就先有種神秘得嚟又莊嚴嘅氣息啦。就連啲杯杯碟碟盛載飲食嘅器皿都做到一絲不苟啊！我哋4個人就叫咗個所謂嘅3至4人套餐，價錢一陣再揭曉。先嚟個酥油茶潤潤喉先，同之前飲過嘅有另一番感覺，帶啲鹹香味，類似飲品店岩鹽芝士嗰種奶蓋嘅味道。雖然係幾唔錯嘅，但同我哋飲到嘅細一酥油茶仲有啲距離喎。買個關子先，一陣再講。正式介紹下有咩食先，主打就係呢個康巴利牛排火鍋，用上咗呢種明朝已經盛行嘅大銅鍋，一路咁加熱住，入面滿滿都係牛排啊，肉多配菜少，滿到就寫嘅蛋白質簡直係食肉獸嘅福音啊！隔籬呢個呢，就係酥油烤蘑菇，大推啊！用酥油煎香咗嘅冬菇同肉嘅口感一樣，咬落去啊仲有爆汁嘅效果添。個套餐仲驚你食唔飽啊！仲有呢個泥牛肉片、茼蒿菜同埋手工拉麵，成台都係嘢食，即刻打返張卡先啦！點知我哋呢班初食藏餐嘅羔羊都係太年輕啦，店家繼續擺低碟藏家黑豬肉，眾羊就以為上錯咗啦，望一望個餐單先知自己太過無知啦。不過呢份烤肉叫小份，亦都太過字面只供參考啦啩。正確啲嚟講，呢個叫3至4人嘅餐，應該係話叫3至4對人嘅餐先啱數喎。不過再講無謂，食啦！有一說一，呢個烤黑豬啊真係超正啊，勁香口，點埋呢個燒烤粉，簡直係畫龍點睛，而且咪睇佢成嚿啖啖肉咁啊，食起身又唔膩喎。呢碟都未清完啊，又再見低一碟青果餅着落。我哋都唔敢再多講啦，一鼓作氣繼續食。個餅又唔錯喎，軟軟糯糯咁，入面夾住啲小米餡，甜甜地易入口。
呢個時候火鍋已經滾啦，花枝已經食肉食到怕怕地，起勢咁車啲菜落去。等我又介紹翻呢個主角泥牛排火鍋先。除咗肉之外，仲有啲菌菇同埋薯仔等等。但溫馨提一提，呢度嘅泥牛可能係食草為主啦，肉質會較為緊實，同埋比較怕臊嘅朋友呢可能會敏感些少。不過一般餐餐都食肉嘅朋友呢，應該就冇乜問題嘅。最後仲有呢碗大眾點評打卡就送嘅泥牛乳酪，酸味味都幾開胃㗎。公布翻個價錢先，人均唔使70蚊啊，個個飽到扶牆走，仲食唔晒要包袋外賣走，真係抵到爛啊！出嚟古城散下步消化下，喺呢座已經有1300幾年歷史嘅古城，曾經係絲綢之路同埋茶馬古道嘅必經之地，亦係漢藏文化交流嘅重要紐帶。而到咗現時，已經演化為旅遊做核心嘅地方，入邊最多嘅鋪頭莫過於藏服店，但呢度嘅價錢比較參差，唔想中伏嘅話，一定要跟住我哋睇落去啊！不知不覺已經行到嚟喺金龍街呢度，有個大牌坊叫做月光印行，再穿過啲茶飲店同埋餐廳小食店，就會見到呢間旅行時光旅拍。雖然價錢同埋口碑都係好好啊，70幾蚊已經全包，但係好可惜，我哋食完飯嚟到已經人山人海啦，連埋揀衫、頭髮造型加埋化妝，保守估計都要成3個幾鐘啊！好彩最後誤打誤撞去咗隔離2間鋪，實測翻嚟都係好滿意嘅。價錢就貴咗20蚊，不過老闆係廣東人，可以直接廣東話溝通到，而且服務好好啊！由揀衫到裝造都俾咗唔少建議我哋，而且店面大好多，整體感覺都會舒服啲。最後4個人全 set 做好都花咗2個鐘左右，所以呢度都特別提一提，如果想過嚟變身嘅朋友，盡早同埋預留足時間啦。最重要嘅重點係問清楚店家嘅關門時間，如果趕唔切還衫，就有機會多收1日錢。而我哋呢間就講明下日朝早還衫都得，又係一個加分位啊！喺化妝上，藏族特色係長長嘅眼睫毛同超白嘅妝底，至於頭髮同埋頭飾點樣整就可以商議嘅。最後埋單人均99蚊，如果額外加旅拍包20張徵收相，會加多100蚊。但我哋就唔清楚旺季同埋淡季嘅價錢會唔會係唔同嘅。但總括呢間店都非常推薦俾大家。1個2個易容咗之後，我哋就去咗大經幡。位置喺和諧塔中塔嘅隔離，入場費就9蚊。本身5種顏色嘅經幡，由來係經幡上印滿咗唔同嘅經文同埋吉祥嘅圖案，藏族人就將佢綁喺草原上邊。當大風刮過經幡隨風飄動嘅時候呢，就寓意經文會傳遍四方，帶嚟平安吉祥。而且身在其內嘅信眾啊，都要仰望先欣賞到5色嘅經幡，亦都寓意住敬畏咁向天祈福。咁現場啊，都好貼心咁樣準備咗好多張凳仔，俾大家低炒咁樣影多2張靚相。影完相呢，再行入去，都仲有幾個位置可以參觀下㗎。例如喺呢度黃色幾有氛圍嘅牆呢。仲有個千秋同埋香格里拉4隻字可以到此一遊。總括下，如果對影相完全冇興趣嘅朋友呢，其實就可以唔使入場㗎喇。而會影下相嘅朋友呢，就可以預留返1個鐘左右喺呢一度。
跟住我哋返到古城繼續參觀，落車就喺月光廣場呢度。基本上古城就係以呢度為中心位，平時都有唔少嘅人喺度聚集㗎。夜晚不時會有民眾喺度唱歌起舞啊！佢亦都係獨克中古城最有名嘅景點大佛寺、轉經筒、龜山公園嘅入口嚟嘅。不過呢度都係越夜越精彩，我哋晏啲再介紹啊！暫時就先喺入口景嘅襯托下影返張相先。沿住大廣場行上去，好快會見到呢座倉房街白塔，當地人叫小白塔。藏族人會經常嚟呢度，順時針咁圍住轉3個圈嚟祈福㗎。而即使冇咁迷信，喺度揾返唔同角度去影下相都係幾靚㗎。時間到咗晏晝5點半，我哋就嚟到扎雅土司莊園。入門之前先有個職員咧，逐個為你攬條白巾同合照，作為歡迎嘅儀式。雖然後續咧就會派翻張相俾你，同埋問你攞翻20蚊，但係如果真係唔要嘅話，都可以拒絕嘅。咁介紹翻咩係土司宴呢？其實係香格里拉呢度嘅傳統，好耐以前係有個等級嘅制度㗎。而土司咧就係最高級別嘅存在，類似係藏民族嘅村長咁啦。而土司宴咧就係土司嘅首領用嚟接待貴賓而擺設嘅款待。按照傳統啦，賓客就會一邊享受盛宴，一邊欣賞藏族民族嘅表演。中間穿插住康巴嘅載歌載舞，先簡單介紹下食方面啦，唔少得各種嘅肉類，雞牛羊。菜蔬方面有大白菜、番茄、菇、芋頭等等，另外仲有啲腐皮、米線等等，係採取一人一鍋打邊爐嘅形式。中意食辣嘅話，亦都可以加入四川麻辣調料。以上嘅食物啊，都係任食，一直都會有員工補給俾你嘅。不過肉類咧都係啲雪藏嘅冰鮮肉，就冇乜質素可言㗎啦。食嘅係呢度嘅氣氛同埋觀賞下歌舞嘅表演啦。做一晚嘅藝貴賓，對肉騷味敏感嘅朋友咧，或者就食多2柱米線頂下肚先啦。飲品方面有樽幾高度數嘅白酒，我哋一個二個咧飲過都覺得頂唔順。或者識飲酒又試過嘅朋友，可以喺留言區嗰度發表下，樣樣都踩到好似一文不值咁，係咪？唔緊要，酥油茶呢個時候出嚟夠長啦，一啖落口之後就係無限續飲落去啦。天啊，太好味啦！直接榮升成為成個麗江之旅最好飲嘅酥油茶，鹹甜調到啱啱好啊！最緊要嘅係啊，加咗玫瑰落去，兩者相遇先知咩叫係佳偶天成天造地設啊！即刻捉住個店員問佢有冇得買酒啦。點知真係有喎！想必我哋一定唔係第一個問呢條問題嘅人。100蚊有8盒，一盒有6條。我哋返到去之後沖過嚟飲，完全還原到我哋現場飲到嘅味，自用手信都啱晒㗎啦！有興趣嘅朋友嚟到記得買返啲啊！時間過咗1個鐘左右咧，就開始歌舞環節啦。先有主持人教下藏語同搞下氣氛，暖下場。語言能力有限公司嘅我咧，就淨係帶走咗句扎斯達咧，係吉祥如意嘅意思啊。之後咧就有啲唱山歌同埋舞蹈嘅表演，整體嚟講都幾好睇喎。
最後到咗9點，睇返門口嘅庭園呢，就會有個篝火晚會，圍住火圈咁樣歡聚。我哋就冇拍到啦，大致就係咁。圖先好評不一，價錢不一。網購平台買呢，就要180蚊至200蚊一個人。喺小紅書細心啲揾下嘅話呢，有特別嘅途徑，100蚊就可以買到啦。希望幫到上嚟嘅大家啦。夜晚我哋再次返嚟月光古城廣場呢度，為嘅就係登山朝聖呢度最有名嘅轉經筒啦。需要用微信掃一掃，簡單填返個人資料先至可以免費入場。慢慢行上去都要廿15分鐘左右。登頂之後，大家已經去到3300海拔，行上嚟都有明顯心跳加快啊，同埋喘氣，切記要行下唞下啊。上到嚟要睇嘅最重要就係大佛寺同埋轉經筒啦。可以見到寺廟都打晒燈，金光閃閃。如果仲未還套藏服，就更加係趁機影多2張相添啦。另外喺圍欄隔籬都可以飽覽下獨克中古城晚間嘅魅力。之後嘅重頭戲就係呢個轉經筒啦，率先俾呢度嘅人頭湧湧嚇親。不過為咗轉俾大家睇，我哋衝啊！落到去個大桶隔籬，先知自己係有幾渺小，咁就梗係啦。呢嚿喺山上嘅巨物高21米，總重60噸噶。據講啊，桶內藏有經咒同埋6字真言124萬條，所以轉一圈代表念咗經文124萬次。哇，咁有幾抵喎！一於按翻習俗，順時針轉翻佢3個圈先。不過大家咪諗住揸流灘求其掂下就算啦，大家都真係要出翻啲力先至轉得到呢座巨桶噶。最後完成壯舉，有影多張相結束啦。下集預告，下集我哋就會由香格里拉返麗江。今次選擇另一個方法，包車去搜羅山路之間最好玩嘅景點，經過9曲13彎，先到咗騎馬上山睇鹽田嘅景點，叫做白水台。又去咗個叫做爽死你陽台嘅地方，究竟有乜咁爽？之後喺山峰之間開餐，又係咩滋味呢？走過哈巴雪山，究竟同玉龍雪山誰與爭鋒？最後仲經過個虎跳峽，去揭秘一個驚人嘅傳說。唔想錯過咁好玩嘅內容，你一定知道要俾個讚好，俾個動力我哋啦。仲要訂閱埋啊，先唔會錯過最新嘅出片通知啦。下集再見，拜拜。